过年啊，所发生这款的人伦悲剧。伫新北市的新店，有一个姓蒋的查甫人，这个要食唔讨趁，无头路，41岁啊，还阁咧食阿爹困阿娘。昨暝甲78岁老爸来考教，竟然是举迄种4公斤半重的鸭铃，为老爸后头壳啊甲喊落。老母下班返来到厝，发现翁婿倒伫个客厅的碰椅边。 规面拢是火，已经无开咯，是非常的着急，非常的着惊，赶紧来报警。啊，老母啊，疼囝，佮暗护后生哦，甲警察讲是翁婿无小心家己跋倒去。警方调查才发现讲，凶手就是这个不孝囝。 礼仪公司的人伫咧现场无用，处处一集。一个阿婆啊，甲面往内行出来，看起来心情真沉重，因为亲生囝竟然杀死家己的翁。邻居啊，20几年了 ，sometimes 我不知道。警察初步调查，41岁姓蒋嫌犯正久无做工课，伫咧厝内闯2个楼的，可能是和78岁老爸伫咧相骂。暗时7点外，先打电话给老母，伊买便当返去厝，尾仔就摕4.5公斤重的鸭铃去敲因老爸后脑壳啊。因为爸爸有年岁啊，无在调反抗，就直接倒伫咧客厅碰伊的边啊。老母返去厝了后，才发现翁婿规个面拢是火，赶紧打电话发救命。我听别人讲，好像就不太合吧，就还是偶尔会有那个争执吧。看到邻居的话，他是算是有礼貌，就是会打招呼，然后他也会帮妈妈做事情。虽然当时会听到因冤家的声音，不过隔壁的人完全想袂到，平常时真有礼貌的蒋先生会犯杀真罪。第一时间，妈妈阁真疼这个囝，阁会替后生讲白贼。现场血迹不像一般的意外跌倒死亡案件。经询问其儿子案发过程，其儿子坦承，是他持哑铃。死者的太太平常时伫咧幼稚园做行政人员，下班返去厝的时候看到家己翁去互囝讲死，凶手伫咧过年前杀死爸爸，因到底是伫咧玩啥？警察会阁继续调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